講翻你有一次接受傳媒訪問嗰單嘢，哇！嗯，我估唔到你嗰個訪問竟然哇，差唔多有成200個回應喎，因為我都有睇開個傳媒嘅，都好少話咁誇張嘅。咁我就想攞翻嗰個嘅訪問出嚟，大家傾下啦，真係係。因為咧，你喺嗰個訪問裏面咧就建議話，如果你100萬咧，不如你先抌落去買一間萬城嘅樓。咁然後咧，再去 refinance 出嚟60萬咁，然後再攞呢60萬咧就投資落去，即係嗰啲頭先你講嗰啲 ETF 嗰啲 AI 股份啊，嗰啲量子基金啊，咁諸如此類啦咁樣咁，但係就我見好多人嘅 comment 啦，有贊成你㗎啦，但係亦都有唔少反對你㗎啦咁其他無厘啦更嗰啲又唔講啦，我淨係講咧特別針對嗰個英國樓市嗰度，即係攞嚟買萬城樓嗰部分咁有啲話英國樓市仲買得嘅咩？咁有啲又話萬城唔係破咗產嘅咩？仲走去買嗰啲樓咁睇下你即係俾個機會你都回應下啦，即係有啲嘢咧，即係我自己咧就而家咧，譬如我覺得買樓咧，尤其喺美國買樓都幾煩嘅，個月咧要俾1%，每年每年1% 嘅稅喎，樓價嘅1% 嘅稅喎，係咪好得人驚？咁加拿大咧又話啲樓又冧啦。英國咧，倫敦啲樓咧都開始，即係我哋嗰啲都開始租金都 OK 嘅，但係一個樓價都跌咗，我諗 at least 都10% 嘅。咁但係唯獨咧，你要睇一個供求啦。唯獨咧，咁嗱，譬如如果我要100萬，我都要負責任咧。有啲人咧，你買啲磚頭先嘛。香港人即係我針對有啲香港人佢哋嘅心態啊嘛，你明唔明白啊？咁佢買啲磚頭咧，佢穩陣啲嘛，起碼都攞翻，即係有笪地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就話你100萬咧，100萬你去邊度買到一間屋啊？萬城你有機會㗎。OK， 你買之後，你個人踏實啦，啱唔啱？跟住你咪攞一層樓咪去按咗佢，攞錢即係叫個 leverage 個槓桿做大少少啦，咁去做買啲股票啦。咁萬城樓咧，到而家啲人咧，因為倫敦嘅樓太貴，同埋咧 work from home， 尤其是啲嗰啲 connection 咧，有嗰啲 optics 諸如此類，又甚至乎而家有啲Starlink 嘅喺樓上咧，你其實你住邊位度咧，你都基本上咧去個溝通咧好方便嘅 work from home 嗰啲咧，根本上係完全冇問題。咁如果係咁嘅話咧，我做咩要1萬蚊平均一尺嘅樓，我要住嗰度啫。我2個鐘頭之後我就可以2000幾蚊一尺，咁我係咪應該去萬城啊？啱啊！你 work from home 有乜所謂啫？喺倫敦做同埋喺萬城做冇分別㗎。話你睇數據咧，移入去萬城嘅咧越嚟越多。就係放香港人咧，即係你如果要揾一個好似一個小香港嘅咧，基本上咧萬城係好舒服嘅，即係你係唔會有一種俾人 outcast 咗。好慘啊！家姐住嗰度咧，係300幾戶咧，我諗有80幾%係香港人嚟嘅，80幾%。咁即係個小香港啦。冇錯，咁所以我就話你去萬城買咯，萬城買即係你有機會去嗰度住啊嘛。你去澳洲，我唔知有冇機會去，但萬城啊，即係幾乎只要有 BNO 嘅咧，你就有機會去嗰度住，或者你而家唔去住，將來你去住。咁你將來又好，或者啲細路仔大啲，你帶佢去讀書又好，你自己想去嗰度過一啲叫做舒適啲嘅生活啦，咁何樂而不為咧？